由国际东突厥散组织协会和东突厥散教育与团结协会组织的第12届东突厥散兄弟会和第3届东突厥散民族团结协商会议于9月26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功开幕。来自土耳其、欧洲国家、中亚和美国的活动人士、舆论领袖、宗教学者、博士和政治实体代表参加了会议。将于9月26日至28日举行的第12届东突厥散兄弟会和第3届东突厥散民族团结协商会议上，相关领域的专家将就东突厥散斗争及其现状、未来进程和组织间合作等议题上进行讨论。瑞士维吾尔知识分子、维权人士阿布杜许科尔·阿布杜热西提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上说：“我的民族正在面临中国的种族灭绝，我的家人在中国集中营被扣为人质。”瑞士维吾尔司法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阿布杜许科尔先生在一个由47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上谈到了东突厥散的人权状况。阿布杜许科尔先生说，种族灭绝包括强制绝育和器官走私。我的哥哥被迫在中国工厂参加强迫劳动，您使用的充电器可能是强迫劳动产品之一。3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想象一下，柏林或芝加哥全部人口都被囚禁为奴隶。他说，许多国家无视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并补充说，如果要改变某些事情，联合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停止种族灭绝。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席卡纳特周六说，一名被拘留在东突厥散集中营的维吾尔妇女已安全抵达美国，结束了长达数月的不确定性。她曾面临被迫从哈萨克斯坦遣送回中国的危险。托尔逊阿姨与她的哈萨克斯坦公民丈夫一起在东突厥散受到近10个月的拘押，而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后来他们定居在哈萨克斯坦。但是去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告诉他将不得不回到中国申请新签证。返回中国可能意味着他将再次被拘留。在哈萨克斯坦，他曾多次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揭露了关于集中营的许多细节。美国5名共和党参议员近日致函网飞公司，要求该公司重新审视将《三体》改编为电视剧的计划。理由是该书作者刘慈欣曾为中国打压维吾尔人穆斯林的做法进行辩护。网飞回应称，该公司不认同刘慈欣对于中国当局对东突厥散政策的评论。网飞公司全球公共关系副总监加菲尔德在致美国参议员的一份信中写道，刘先生是原著作者，而不是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者。我们不认同他有关东突厥散问题的言论，而那些言论和他的小说以及我们的这部电视剧并没有任何关系。来自田纳西州的布莱克本等5名参议员在其写给网飞公司管理层的信函中称，该公司对刘慈欣作品的改编等同于将中国政府暴行的常态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媒体表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也是中国在美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警告美国政府可能会调查更多为中国提供情报的人。周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纽约中领事馆正在被中共用作在美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中心。他们在从事一切活动已经越过了正常外交活动的界限，更类似于间谍所做的事情。蓬佩奥是在就纽约一名警察被指控为中国充当间谍的案件发表评论时做出上述表述。美国司法部对纽约市警察局的藏族警察安网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这名出生于中国的入籍移民受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外交官指使，监视纽约藏族社区的其他人的活动，并向中领馆提供情报资源。